这是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5号，公元2018年4月20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接见各国游客；司政洛萨桑格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政要；司政洛萨桑格会见缅甸锡克邦代表团。美国加州藏人感谢华人多年支持西藏而举办文化招待会。本周在社交媒体上的取势，瑞典起诉涉藏中国间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4月16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接见了约1000名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等6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及信众，并向他们给予了教导。在此期间，尊者向各国游客谈到了人类的一体性和人性慈悲的重要性。尊者呼吁人类彼此间要更多的去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关爱，这样社会才能和谐，世界才能得到和平与发展。尊者表示，这个星球上有超过70亿的人类，人类与动物不同，我们具备了思考和沟通的能力，应该利用这个能力来促进世界和平。尊者解释说，如果我们不关心他人，始终考虑自己的事，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非常孤独。例如，如果我认为自己是达赖喇嘛，其他人与我无关，那么我就会变得非常孤单。尊者还指出，现代教育过分注重诸如国籍、种族、信仰等这些微小差异，要懂得这些微小差异是导致今日世界重大矛盾冲突的根源。That's the only way to create more peaceful humanity, more compassionate humanity. On the basis, we should emphasize on the sense of oneness of 7 billion. 达赖喇嘛尊者一方面赞扬了印度数千年来尊重所有宗教的传统习俗，另一方面尊者批评印度的种姓歧视，并表示印度应该要立即停止这种不良习俗。此外，从4月6号至17号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会晤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探讨美国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美国对藏援助等议题。4月11号，司政洛萨桑格与驻华盛顿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董事会主席理查基尔、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会晤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考克先生。司政呼吁鲍勃考克主席加快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并感谢鲍勃考克主席长期支持西藏自由事业。4月12号，司政洛萨桑格与驻华盛顿特区代表欧洲次人一同在美国国会山庄中与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南希佩洛和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进行了会晤。司政向他们介绍了此次访问华盛顿特区的目的，并讨论了美国政府将如何加强西藏自由运动等议题。期间，司政还在国会山庄与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名誉主席、国会议员罗斯雷廷恩进行了会晤。与上述议员会晤期间，司政感谢了国会议员们长期以来支持西藏自由事业，并特别感谢国会对流亡藏人社区批准300万美元的专项资金，用来增强流亡藏人各机构和治理能力。司政还呼吁议员们尽快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并在国会中提出参议院第429号决议《西藏互换法案》和美国西藏政策第89号决议，支持西藏人民的人权和宗教自由。4月13号，司政洛萨桑格在美国国会山庄会见了美国众议院东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特德·约霍。在会晤中，司政洛萨桑格强调了西藏问题中佛教如何适应地缘政治文化和环保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印度和太平洋战略意义等。特德·约霍主席则表示，将坚定不移地支持西藏，
并期待藏中间尽快以和平对话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此外，4月17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在嘎夏秘书处会见了由缅甸人道组织联合战略小组秘书处公昂先生率领的缅甸锡克代表团。在会晤期间，司政罗萨桑格向代表团介绍了流亡藏人的民主进程，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工作运转情况、自治机构和驻外各国办事处业务与职能等情况。司政还向代表团介绍了西藏境内的危急状况，以及保护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保护藏人身份的重要性等。由11人组成的缅甸代表团此前还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达兰萨拉各非政府组织等。另外，作为藏人行政中央2018感恩年的一部分，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藏协会联合在北加州旧金山湾区举办了一场西藏文化招待会，以此感谢美国各界华人长期以来对西藏运动的支持。来自加州南部和北部的80多名中国学者、作家和民主人士，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西藏前政治犯顿珠汪清等出席了这一文化招待会。在当天的招待会开幕式上，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在致辞时表示：1959年的3月份，达赖喇嘛跟藏人流亡印度，明年60年。我们感谢过去60年来国际社会对西藏的支持跟关心。那我们也决定在湾区地区感谢所有北加州跟南加州的汉人朋友长期以来对西藏的关心。我们非常感谢各位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参加今天的盛会。随后，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谈到，达赖喇嘛尊者为促进藏汉和睦相处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藏人行政中央与华人沟通交流的重要性，并特别感谢美国各界华人长期以来对西藏事业的支持。应邀出席招待会的中国流亡艺术家陈伟明、旧金山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会长方震，以及前人道中国主席葛训等相续发言，介绍了他们长期以来支持西藏问题的经验和看法，并对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和非暴力西藏自由运动表示尊重，并且表达中国人民对达赖喇嘛尊者和在外藏人经历近60年艰辛流亡历史的声援和慰问。中国流亡艺术家陈为民先生在招待会上展示了为达赖喇嘛尊者塑造的半身法像，并表示将继续塑造12尊达赖喇嘛尊者的半身法像，完成后分别将赠送给藏人行政中央设立于世界各国的办事处，以表达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敬意和感谢。旧金山民族教育基金会会长方震在致辞时表示，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和藏族朋友、汉人朋友，我们大家都是一样，我们有个共同的背景，都是流亡者，我们都是中共集权下的一个流亡者。不管我们是从1959年开始的流亡，还是89年开始的流亡，包括现在最近这几年，依然有很多国内的那种遭受迫害的人流亡到这里，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共同的流亡者。方震接着表示，其实说来惭愧，藏人朋友感谢我们，其实我们更需要去感谢他们。我们知道在座的很多汉人朋友，其实我们对藏族同胞遭受的苦难的了解远远少于他们对我们的了解。所以说我知道，包括刚才坐在这位那位判刑6年的纪录片的导演，很多汉人朋友并不知道，可是他们知道我们的64，知道我们的709，我们很多活动藏人朋友都来支持。所以在这个机会，我也要好好感谢我们的藏人朋友。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近日，瑞典首都检察院指控一名藏人男子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涉嫌搜集瑞典流亡藏人的信息。被起诉的这名藏人男子自称是自由西藏活动人士，但他长期为中国当局搜集瑞典和挪威西藏难民的信息。随后，这一中国间谍案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议。
据悉，4月12号，瑞典检察院指控一名叫做多吉坚参的49岁藏人男子，疑似从2015年7月至2017年2月期间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此人为中共刺探藏人社区的信息。据瑞典媒体报道，该名男子于4月12号起已受到瑞典当局的起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还自称是藏人媒体记者，在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挪威期间进行了采访报道。据悉，2015年7月至2017年2月期间，此人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但在数周后因没有具体证据而被释放。多吉坚参于2002年以难民身份移居瑞典，前5年住在瑞典中部，后来搬到斯德哥尔摩，加入瑞典藏人社区。据 BBC 报道，一位瑞典藏人社区负责人表示，他希望其他国家以瑞典为榜样，起诉指控那些为中国政府提供流亡藏人信息的间谍，并指西藏社区感谢瑞典政府起诉这名中国间谍。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